好，评测了每一颗槟榔呢，没有任何的槟榔或者是烟酒存在于这次的高阶回馈。对，就是朱迪卡运用了所谓的台湾元素，把这个回馈制作成了槟榔的样子。好啦，总之呢，每一颗芋头呢，对，每一颗伪槟榔芋头呢，里面都有放上鲜奶油跟杏仁打成很好吃的泥，然后10克每一颗10克，那个10克抓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来包。我们这个呢也不是槟榔叶，香菜叶，好，来包香菜叶啊，漂亮的香菜叶。那这个香菜叶要操作要包着也不是很容易啦，所以每一颗就给多秘密，多丁不考对主就多秘啦，所以也把用啊，就是公，不是很好包啦，不行，那你要荷包，不是很好包的状况下，就是只能尽量嘛，像这个，这个好像还不错，这颗还不错这样，这颗算是状况还不错，在后面补一下，我把后面这个光秃秃的部分补一下哦。还不错这一颗还蛮像的，好可爱哟。